主后2023年8月3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莫乱君耍笑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箴言》26章第1节到28节。亲像热天落雪，收割的时落雨，戆人得到尊荣，无合宜。亲像七鸟仔飞起飞落，燕仔飞来飞去，无理由的咒诅嘛袂发生作用。对马着用鞭，对驴着用牙姜，戆人的骹脊着用藤条。毋通照戆人的戆话应伊，则免你甲伊共款；着照戆人的戆话应伊，则免伊看家己做有知识。托戆人传达消息，亲像斩断家己的骹，伤害家己。箴言伫戆人的喙，亲像开去下骹无作用；将尊荣互戆人，亲像用宝石做石头放伫硯烧耳。戆人的喙讲箴言，亲像醉汉举有刺的树枝乱说。请戆人也是醉汉做代志，亲像箭乱射伤着人。戆人一再做愚戆的事，亲像狗活转来食家己吐出来的物。你捌看到想家己是聪明的人无？连戆人都比伊较有望。贫惰的人讲：老年有屎，假老年有猛屎。门开来开去，贫惰人伫眠床过来过去。贫惰人手伸到盘呢，摕到喙嘛嫌废气。贫惰人看家己真巧，赢过7个熬应答的人。过路人去插甲伊无关系的纠纷，像人去揪野狗的耳仔。人欺骗厝边讲：我是伫滚笑，是亲像小人迄火把来剑甲武器互人死。火无柴就火去，人无学话，3钱就煞去。爱3钱的人煽动纷争，亲像炭上加炭，火上添柴。耳仔边的用仔话，亲像好食的物，一个入喙就吞入腹。喙甜心干恶，亲像废气插粗云。假好的人讲好听话，心内却存诡诈。伊讲好听话，你毋通信，因为伊心内有7项通掩护。伊虽然用诡诈掩盖家己的怨愤，伊的声恶会露现伫公众的面前。掘陷阱的人，家己会跋落迄内面；割石头的人，石头会割倒转来缀着家己。白菜的籽会伤害人，葡萄的喙会毁灭人。莫乱君耍笑。2022年10月，一个国际新闻报道，美国印第安纳州有一间天主教小学的少年女老师制作一份杀人名单，其中包括同事和学生。因为女老师捌用名单顶面的一位学生讲，伊想要
杀人搁自尽。迄名学生惊甲随时向校方报告，校方接到消息，随时找女老师会谈，也确实看到学生所讲的杀人名单，就随时报警，搁决定将女老师暂时停职。警方后来伫女老师厝内甲伊逮捕，女老师却表示，的确有甲学生讲过想要杀人含自尽，总是遐个话敢若是滚耍笑若定。当事件传出来，女老师的言行明显引起校方、家长甲学生的恐慌。有家长甚至去噗向校方讲，无应该互女老师转去，应该伫知影的当下，就随时甲女老师交互警察。捌伫网络影片中看到有一群人扮演鬼怪的形，秘踮厝内，准备要吓吓得要踏入门的朋友。当朋友踏入门，即阵扮做鬼怪的人雄雄出现，迄人真紧，慌惊甲随时冲出门外，结果煞互车弄着。影片就伫众人的惊吓中做结束。肉体的伤势检测会当对着时间恢复，若是心灵所受的伤害，却毋知爱开偌久的时间才会当痊愈。对安尼通知，有时阵耍笑并袂当互人感觉欢乐，反倒转滚耍笑若无适可而止，就会乐极生悲。伊说有言有一个故事，饲羊的囡仔，讲到一个查甫囡仔伫饲羊仔的时感觉无聊，想要甲村民滚耍笑，就连续2日超故意大声喊讲“豺狼来咯”，企图引起村民的注意。村民2度听到查甫囡仔的求救，急要前往救援，结果发现拢是查甫囡仔在作孽，决定下一摆无要搁插伊的喊叫。第3日豺狼真正来啊！总是查甫囡仔搁再安怎嚎叫，村民拢认定伊肯定又搁是咧作孽创治人，就无搁再去解救。落尾，查甫囡仔甲伊的羊仔拢互豺狼食去。经验中处处通见作者提醒人爱注意言行，亲像第10章19节，教话难免有过失，约束喙舌才是聪明。15章23节，应答合宜，互人欢喜，合时的话实在真好。其他日的经文中严肃指出，人欺骗厝边讲我是在滚笑，是亲像小人迄火把来钱甲武器，互人死。检采有人讲，做人莫伤古板严肃，拄着滚一下耍笑也无啥物。确实有优越感，搁会晓放轻松自在的人，比较容易化解硬约。毋过真正有智慧人，明白言语的溃烂，袂伫可能伤害别人的情况下，讲出无合宜的滚笑话。因为一句无心的滚笑话，可能成做别人一世人无法度背弃的阴影，还是为家己惹来无必要的麻烦。若有人对我耍无适当的滚笑，
我会当温柔搁坚定表达家己无介意，较毋是硬叫假笑大过无。若人对我耍无适当的棍笑，我会当温柔搁坚定表达家己无介意，较毋是硬叫假笑大过无。咱来祈祷，智慧的上主，愿意使我明辨真理的心，袂随意讲人是非，也是造谣生事，搁袂随便乱滚耍笑，免得罪别人，也冒犯你的圣名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